今日呢，当分享就喺绕墙道路线上呢度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分享吼。其实我还你兴意卤霸好嘞，卤霸是卤蛋的卤，有吗？爸爸的爸，卤霸卤蛋的爸爸吼，哎呦，好亲切啦！吼，喺路线上有些排泄吼。不过今日呢，只是当分享，你大家吼，喺路线上贵司都免都小秘密哦，因为佢哋下转去信州嘅供应吼，搞生活已经5年嘞吼，你讲自给自足，一家做一家食啦吼，一只板杠天音啦吼，个月系刚发生法啦吼，佢简单来讲咧，是不用去推白生法，转去信州向下来搞一个自给自足的安样嘅方式吼，所以等下性情咱们安快乐吼。不过其实转去改一开始改1年半，堂工系非常辛苦哦，系冇有冇？爱讲转业就睇咗1年半嘅時間吼，冇做存錢嘅事情啦，都見到嘅辦實股，見到係辦實股，辦實股到嘅喺度啊結波，辦到鋪田奶，辦到少咗嘅本體實股嘅責難體喺2年到6尖。後來嗰時候，加要學天一搏嘅。其實喺1年半嚟1年半嚟時間嗬，雖然冇見做財經嘅事情，可是我都喺度是讀個鋪路啦。是為了後來嘅生活嗬，讓這個環境建立好些，咁樣。其實簡單是來講是兩個人轉去，其實高度唔係大家想嘅咁簡單，或是轉型啊，全部係一家一步慢慢去做，所以大家看到嘅餅，看到嘅田奶，看到嘅實菇，全部係一家做嘅事情嚟。不過吼，到了同節目地圖吼，特別讓鄉親朋友都了解吼，我做了主持節目吼。實在係異性苦用解散，用人講，因為孫頭病嘅胖吼，麵包嘅香味，根本係皮刀吼，所以喺皮刀咪就哇，講到咧麵包當香勢講到吼，總而改變其實打造打造兩公好上嘅高嘅簡單嘅生活地圖，其實通講幾隻非常冇簡單嘅食謠、殺謠來做麵包係冇？怎麼會用為係殺謠呢？其實殺謠係你入名嘅田啦，其實啲部係內火轉來結啦，我哋轉向下部講結你係繞烤麵包是係，我哋本身平時是食麵包，平時是好食，睇我就特別是自家做麵包，又自家做麵包嘅，所以到向下又看朋友嗬，佢自家結嚟奶繞啊，奶繞啊嘛就係。烤麵包，係冇講奶繞，從頭擺有冇一啲而家天度嘅烤飯酥，烤飯酥嘅時節有冇？係，從嗰度烤繞，你用嘅係奶繞，所以而家是從殺繞。奶繞，因為睇我寫食嘅烤繞嘅烤係飯酥，吃到非常好食，用法非常好食呀。你行喺度自家烤麵包，就發現到，其實你要學問到啲噃都。乜嘅學問？佢呢一種繞嘅原理嗬，嘅原理嗬，係因為嘅遠紅外線嘅原理。佢呢一種遠紅外線嘅配嘅東西嗬，就得好平均嚟，然後東西嘅配數，所以佢特別好食。該怎樣講？像你下嘅麵包店嘛，就賣胖嘅嗰度店，佢都全部係用機器啊，用田路啊，該未強用嘅土地，而且用雞嚟做係好夾。你用殺撈來做，你一家來結個殺撈冇上過，糖講係愛釀炒而燒炒就到底做麵包，係冇？我哋簡單嘅想法啦，是講要到炒好，佢熟個黃體，我哋是醃起來，開始拿來燒，我哋唔會特別去斬熟個來燒肉，是要หั่嚟些，我都是散檔，佢要到放好來香絲熟，佢非常嘅耐燒。講實在話要寬薄，從毛衣要寬薄，用釀炒而燒炒來結個殺肉做出來嘅麵包，好聽出當好食。所以一開始是兩公婆想講自家係麵包，是自家來結個殺肉是來做麵包嘅。確實是本身想法都簡單啦，是講。
这个学识唔是很多，慢慢讲紧来人生吼，唔系紧来做存钱来事情啦。所以基本係講，我哋冇乜嘅收入，我哋有安樣嘅收入，最起碼我哋唔會要到。唔會要到。所以可是當簡單的想法是走這個外式來麵包，所以我哋麵包是我哋拼充式來麵包，我哋當日式來麵包。我哋當日算是暗好嘅麵包，係咩啊？我即刻講到排泄係冇，其實有好是有空氣有簡單。我哋做完一個麵包吼，是講因為我哋這個凍好些一個麵包，所以做出來麵包是就豆外時候是來分享本又細繞來，又細繞嘅朋友哈。咁但係像做麵包吼，從你現場有看到像小餅乾、小點心啊，吼不用為強下做什麼？主要還係不用都該做。太太係師傅啦，太太就係師傅我係少佛誒，少敲。我哋其實主要是係不用都該為做麵包，不用就係師傅吼。其實你個滷巴就是釀敲、燒敲，不用切好個麵團，可能滷巴係落去不用都該。落肉去烤，然後配，還落去拿出來，所以其實不用就係做啲麵包吧，大工程。做呢個事情吼，大家都我兩三是分工合作啦，你細佬，你默契，因為你烤你係肉吼，肉一般甜滷冇強柔，幾多時間就得殺甜好，同埋都話你係肉冇法度講我叫。烤9分鐘時，烤好咧，經觀察錯嗎？好似慣性啲，慣性啲。你冇小心，你可能cái麵包是變佛台。cái調羹樣是咪講，哇！我做麵包做到很辛苦，因為我掉到cái燒肉地圖拿出出面霧色的，有冇？伊下冇關心啲是配到中國咧。不過吼，我知道啲燒肉吼，老實講。好食唔好食，係一個問題。用看個相片，看個燒肉樣配，是咪似到當有梅頭咧？咁樣嘅感覺。像啲意大利有冇？就個睇個是個披薩有冇？亦係要變到個燒肉對唔對？配嘅感覺是感覺當傳統當有梅頭。咁個應該當熱吼，會熱麼？非常熱。你冇嚟講熱天到個燒肉面前配波唔會熱，所以跟熱天用嘅是凍熱。所以我熱天吼，我都烤麵包烤3年咧，所以3年嚟嘅熱天嚟講，我真是勤難烤麵包，所以我都兩沙是參詳，熱天嚟講吼是天天是冇烤。所以熱天是冇烤麵包，冇烤麵包嘛該。熱天嚟講是看星星。熱天我都是安排去拜訪到朋友嚟到。不過我熱天嚟講，好似我都要參加市集，小農市集。所以雖然熱天我都從個特種嘢我都會參加個新竹吼竹北嚟嘅一隻新華屋嘅綠市集、小農市集。不過講起來吼，其實你等一下你講到燒肉來配麵包，它當然有它的優點跟缺點嘛吼。優點是你大家講嘅因為麵包吼有愛心，有心去配嗰個麵包凍好是。不過我係講轉來你隻麵包吼特別嘅冇強嘅地方是食材原料的選擇。用英講麵包店推翻豆毛。介入慢來度嘅，因為台灣人其實伊好食麵包，尤其係你受到日本式、日本式嘅麵包嘅影響。你冇講嘅風頭麵包，起碼係按樣拿開來，要包呢風頭。唔過按樣嘅麵包，你講精緻麵包，好甜，好多湯，好多脂肪。你就這樣講嘛，高脂，什麼？唔過按樣嘅麵包唔係你對食材都講究。我前一波吼有澳洲來朋友吼，伊講來簽全麥麵包、雜糧麵包吼，佢講同台灣用按摩簽嘛，前難簽可能我哋講起我講，你可能台灣嚟麵包吼，大部分都嚟去上麵包按到點心，唔係主食，佢都歐洲人都大部分都
面包的主食啦，所以你的主食系米面哦，差到俩，所以你的面包。可能面包店好多都会做嘅好甜好香，嗰度加料嘅好，哇！咁喺度做嚟呢，因為我嘅面包我當日都食，所以你啊面包嘛係上嘅主食，所以我哋做嘅面包是好做好簡單好梅頭好食得出嘅面麥粉哈，嘅麥香味啊，然後好原味嘅東西啦。吼，其實根本依個節目吼，盧爸來上節目，其實挑家樣要強下來吼。不過吼，可能挑家樣好歹勢啊，冇強下做到咧節目地度。不過廣告嘅時節，老挑家樣要打嘴鼓哦。其實講，我哋個麵包吼，簡單講起來係乜嘅東西？是係食物，意思是係講，你喺佢要談起來當簡單，其實講起來意思是係講。你一家食的最簡單、最黏實，就得吃到食物黏美。其實對身體啊提好嘅一種嘅麵包，所以其實對你來講，對盧爸來講，還係講對挑家樣來講，其實佢都想讓大家來分享嘅安樣嘅麵包，其實是係像你都種乜嘅是種乜嘅嘛，種旺鋪是做旺鋪麵包，係咩樣講？吼，現在有隻蛇旺鋪係自家種嘅，所以你都基本上帶到旺鋪麵包來有冇？像你一隻是係。你講亞麻籽，韓國加旺鋪啲噃，我哋旺鋪是為先脆熟加容易，所以旺鋪自家做。係我旺鋪嗬，冇旺鋪我是有揾品種出。我哋啦，反正吼，你啊啲兩下度農村來搞生活，自家種嘛，該是種嘛該，兩隻貴節村嘛該，我是用該隻食材當地的。該隻貴節嘅食材，該隻提供出馬間，還是用該隻提供嘅東西。你下出旺鋪，還是做旺鋪麵包；你下出馬間，還是做馬間麵包。香港現在都係即個種嘅東西冇會少，我大專年都會參加嘅小農市集，還是做啲賣到其他嘅食材。所以我你話其實很有用一種係糙米啊。那糙米也是用自然農法來種出來嘅糙米。奇怪吼，我見到盧爸講，叫幾度冇興嗌講，做啲試看啊，做啲試看嘛，點點試下吼。所以東排社吼，鄉親朋友，其實你食嘅麵包吼，其實都兩選條食材當用。聽說你是你食自家種嘅旺鋪嘛，旺鋪亞麻籽吼，對節目地圖是東西吼，特別主持人可能會當濟，所以我講下頭來試一下，所以真是做啲皮多嘅最黏實嘅梅頭，使到你試看下。一般吼，我都有做嘅，因為想法簡單，做嘅東西、種嘅東西都希望都用簡單嘅方式去做。哦，真的誒，我知道你下最好要比咖幣啦，係嘛？因為啲歐洲人下午茶嘅時間到嚟咧，吼，你下差唔多3點，唔係4點咧，吼，係講做啲是魯拜麵包，就個配一杯咖幣，吼，嘟好。佢係配嘅餅乾，佢很好。等下節目結束過後，你貴牌嘅麵包吼，是使到先到魯爸都去留下來，吼，咁講鄉親朋友當排成吼，還有像大家先聊下，啉下茶吼，下等下做咧就個咧問魯爸先期嘅事情。